各位兄弟姐妹，大家早早，大家平安啊！欢迎也感谢大家做伙参加今日的共读。今日早起，咱们来请琼太姐，带咱大家来做开始的祈祷。好，咱同心来祈祷。全能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你常常甲阮相甲伫地，互阮虽然伫足炎热的天气，阮来当安然来经过。主啊，阮也要来听探你的话语，因为你的话会成做阮有教养的营养分，互阮会当渐渐来长大会当成长，伫灵命顶悬，阮有搁较进步，成做阮的伫跑走这条天路的帮站，互阮甲你的关系，若亲像枝仔甲葡萄树，互阮的生命伫你的看顾、培养、修剪，甲结出丰盛的果子。我要来荣耀主的名，利益人。我即时祈祷，要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好，咱今日要进的是希伯来书的第17讲，今日要读是第10章的32节到39节，要来听立主长老带咱大家做伙来读。立主，我伫遮。好，若无我就来读合32节。恁着会记伫过去的日子，恁受上帝跟召以后，有忍受大真斗的苦难。有时恁公然受侮辱、虐待；有时恁甲别人同受虐待，恁甲囚犯同受苦。恁的财物受抢夺嘛，甘愿忍受，因为知恁家己有搁较好、搁永远存在的产业。所以毋通失落勇气，这个勇气会互恁大的报赏。36，恁着有耐心，才会当实行上帝旨意，领受伊所应允的福分。37节，因为搁一些久，迄位特别来的未到，未延迟。毋过上我的义人话对神来话，若有人丢除退后，我就无下意。咱毋是退后得到沉沦，是对神得到性命得到保全。今日咱读的这个是第10章的最后一段，咱同再帮我设一下，我即马袂当分享，帮我设定一下。牧师，你原来那个哦，有了，现在有了。诗歌的要先离开。好，谢谢。伫希伯来书的第7章到8章到10章啊，是真无容易消化部分啦。希伯来书对头前开始讲到基督甲天使是超越律法，耶稣超越天使，超越律法。过来3章4章讲到耶稣超越摩西，也超越迄个应允所在的安息。第5章到7章讲到摩西耶稣超越祭司，也超越即个上帝大祭司未记洗德。8章到10章，这段是上界困难去修的，就是讲到耶稣超越献祭、会幕中间遮的祭物，也超越遮的信约，上帝的律例条例。甚至将旧约变做是新的约，所以咱等咱读完第10章进到11章的时阵，咱就会当搁较简单也搁较清楚来了解规个希伯来书，互咱看到耶稣基督安怎超越的能力，伊所带互咱有信心，也互咱来通过这面对苦难，亲像耶稣伊来面对这苦难一样。所以伫第10章耶稣讲到伊家己献家己的性命，诚做祭物，取代遮的大祭司一年献一摆遮的过去的条例，而且伊所献的祭是完全，搁要除掉罪恶。过去的大祭司是无法度，就是耶稣一摆献家己牺牲，伊就会当来除掉，甚至互遮救赎诚做伊的脚点，也互罪人会当完全圣化来归互上帝。
所以这个代志是有信心甲圣经做伙来做见证，互人会当做得到完全的赦免。咱拢所读的，就是这时拢伫圣殿的工作，耶稣也伫上帝到上帝的厝，伫治理上帝的家。耶稣伊为咱开一条新国话，就是有功效的路，毋是一条死路。所以人就要用信心来清军，信息甲信心，嘛要坚守所宣认的5万，毋通将这个5万放杀去啊！所以咱的40到27，咱就嘛爱来顾上帝家，就是爱彼此相听，激励行好，亲像在拍 tennis 共款，爱做这个 serve 头一个主动的人，毋通停止聚会，毋通互这个无来变做是习惯，安尼就将这个家来放杀去。上帝家上听就是人脱离这个家庭，这个脱离就是人养成习惯无来聚会。伫知影愈知影主耶稣要来，就愈爱积极来聚会甲行好。所以2、3个人奉主的名聚会，就是有主伫咱的中间，所以咱就爱把握小组，把握甲基督徒做伙，或者会聚会，毋通脱离。28节到31节是一个真重的警告就是藐视信心，就无法度搁入去上帝的家因为信心带咱领受真理所以咱若无通过信心，咱就无法度接受耶稣，无法度认捌耶稣，咱就无法度认捌上帝。领受信心真理，要故意犯罪，就无搁有赎罪祭为伊来准备将来就是陷落伫上帝永远的审判的手头。所以咱的根据是25节，有一寡人停止聚会，毋通学因的习惯，颠倒着互相劝勉。既然恁知主的日得要到，搁较着安尼，所以咱就爱把握每一届的聚会。希伯来书有10个讲着搁较水，对第7章、第8章到10章、11章、12章今日咱会看到是搁较水的产业，是第10章的34节的所在。伫今日这段呢是第10章的最后一段就会记伫过去以往，才过去所发生的代志来持守所信的。所以对今日读了后，咱就要进入11章，希伯来书上界出名的一章伫今日这段32节到39节的中间，嘛当分做2段，32到34是讲到过去才会读希伯来书受迫这犹太人。因就已经忍受各种的苦难，因毋是做属灵的婴仔。虽讲头前有讲，因亲像婴仔，阁袂当分辨，袂当消化上帝的话伫迄个第5章的11节到14节的所在。但是呢，其实这受迫的信徒，因已经受过真多的苦难，中间有这人35节到39节讲，因就要继续持守这个勇敢的心因知影什么叫做勇敢。但是有的人即马放杀啦，就要吞忍到落尾，才会当来得救。所以就互咱会当看到讲，为什么希伯来书讲就是伫尼禄做皇帝的时阵所写的批示因为伫遮拢有记载迄当时因受到什么款的迫害，受到什么款的苦楚。头前这段呢，讲到因爱想起过去忍耐受苦的日子，家己受苦，总是因毋是家己受苦。嘛陪伴人受苦，所以这受苦人，因真正有兄弟姊妹会疼心，家己已经伫苦难的中间，因嘛愿意帮助伫苦难中间的人，总是呢，就爱为着更较水的产业，因是为着更较水的产业，甘愿来放弃对上的产业，来忍受这个苦难，所以因是真正为着天顶的产业。总是呢，因即马呢，有的人离开，就要持守这个勇敢的心，毋通到这个关键时刻，煞伫遮行回头路，毋通到已经离开埃及出埃及，来到旷野要入迦南地，煞伫遐摇把插，讲要行回头的路，毋通放弃，就要继续向前来行，就是要忍耐行了上帝的旨意，才会当得到上帝所应允的。因为义的人，就是对上帝有信心的人，要因为信心来得到活命。若是退后的人，就跌到伫沉沦啦。所以这段是伫罗马书哈巴谷拢有提起的。
原来出处是哈巴谷书。好，那无这个信心，好，因着亲像12个探子中间迄10个探，好，就看到迄个老李甲密的所在，但是犹原伫遐充满惊吓。好，结果呢，因就无信心，毋是甲10个无信心，转去互侪人无信心咯。所以基督徒毋是迄个睿智，吼，伫遐咧惊吓，吼，毋是迄个退后跌到边缘的，是爱做一个有信心，互上帝亲做义，然后当向前行，得到性命的人咯。这是今日短短这几集8集所要分享的。咱来看共款这段中间有几个字咱会当来了解明白的，就是伫10章这个32节，讲你们要追念追想，这个追念的意思呢，就是爱积极的回想，爱会记得过去的日子这是现在要不断的去回想，就是过去安怎行，就咱爱定定来回想，咱的迦南教会安怎样来经过，咱的教会是上帝安怎差派，安怎开始，安怎有这个当工，然后呢，伫加讲受到根救以后，忍受侪痛苦，甚至征战这个征战呢，伊的意思就是竞赛，甲这个提摩太后书，我已经征战那个美好的征战了。希伯来书嘛在讲着美好嘛，在讲着征战，就是一种的三拼，三争，这是一种的终点，最后进行的冲刺。总是这个信徒受到人的诽谤，也是患难，就是互人骂，也是拄着外口的这个迫害，毋是一届，原文是复数，是一摆过一摆，互人骂，为着这个信用，去互人捆着，去互人迫害，这种的情形呢，加做一出戏了。成为一个戏景伫这个原文的中间，就是讲公开的使人被耻笑、受羞辱的目标，这是一个动词，就是将因这的行为咧变做是一种看戏的、看一种表演所以就是尼禄皇帝的作风，伊将这基督徒安怎样绑起来，安怎样连条的拐伫家里的，甚至放伫竞技场中间，然后互人伫大庭广众之下，伫这个竞技场的中间，看这基督徒一个死，一个，去互这野兽来踏死，甚至用棍来攻死顶这的放火甲烧死。原文实在讲，这是一种时常发生的代志，经常发生的事情。就是因呢，去互人公然和公开所以旧的和本有用这个字成为一场戏但是和本的修订版也是现代台语现代的中文已经没有看到戏这个字，直接甲用的意思讲公然受侮辱，公然被毁谤，公然遭受患难所以这个戏呢加做一出戏那个戏呢在现在的圣经里面看不到，但是原文是的确是戏加做一场戏，而且它是一个动词用名词来变成动词总是呢，这人因家己受苦难，因嘛愿意去陪伴受苦难的人所以才看到因呢陪伴就是甲因做伙有分这个陪伴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把他当成弟兄，把他当成肢体所以其他的基督徒有难，就是自己的弟兄有难，就是自己有难所以应该也分担因呢若是失去亲人，因就愿意去照顾因所以在修会、在教会、在基督徒已经表现出不得了的情操因家己为耶稣基督受苦，甚至看到其他为着耶稣基督受苦的信徒，因犹原去甲因分享这个分担分担这个苦难因为这个因的体贴就是对因的同情就是感同身受所以不是只在咧看戏外人是咧看戏，但是因呢是家己人是真正来亲自甲因陪伴。所以受迫的人中间真侪人因捌忍受着公开的侮辱，甚至伫苦难中间嘛甲苦难中间兄弟姊妹做伙分担，这已经是足大的勇气。但是希伯来书要讲的就是讲，这个人既然到这个时阵这个抗战
煞有人失落勇气哦，就是已经行无简单行到这步，但是竟然伫最后一步，要离开啊，亲像提摩太后书最后咱看的这个底马，这个保罗伊伫这个关键的时阵，讲底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是爱阿甲跑，迄个世界，结果就离开保罗往帖撒罗尼迦去啊。嘛，互咱看到同款的情形，就是这个信徒对初信到即马真信，但是呢，竟然伫最后的考验的中间忍受袂了，就要来离开。所以35节、39节，这个作者甲因鼓励着爱持守啊，咱毋是退后跌到沉沦啊，退后跌到沉沦就是退休，休去，然后就无去，休去就无去。但是基督徒的信用，不是不进则退啊，咱若无进步、无成长，咱就倒退，灵命倒退，爱心渐渐冷淡，咱甚至冷淡倒退，到这就无去，看一个人的聚会就知影，所以聚会，若无来聚会，伊的灵命，嘛会渐渐消失，休去，最后就是无去，无去呢，就是到伫沉沦啊，灭亡，真侪人。因袂讲，袂啊！我信上帝，我洗礼，我袂离开耶稣，我袂安全，我袂安全。但是呢，伊袂记，伊毋知影讲，伊无甲人做伙，无两三个人做伙聚会时阵，伊就无去经历上帝，就永远伫遐咧流浪，伫遐咧洗灵浪，找袂着上帝。因若无定律，就袂当得救，没有得救。作者讲，咱是有信心得到得救的人啊。得救的意思是讲获得，是一种的摕到什么呢？摕到性命啦，所以伫圣经的翻译拢已经概括啊。对，就是最后39节，就是得到对信得到性命，得到保全啦。何修本身，而是有信心以致得生命啊，得生命。所以这是一种的灵魂的得救，就是获得生命啊。得救获得生命，所以这段32到39节，特别是37到38节，引用的是旧约的希腊语的圣经，就是74译本，对两位哈巴谷第2章30到40，到以赛亚书26章的20节，将这两位的圣经合起来，真做伊最后所要表示这段就是唔通倒救，唔通退后，就要勇敢进前啦。哈巴谷这本这个先知的批真短只有3章啊。哈巴谷是伫南国，北国已经灭掉啊。最后南国最后的犹大3个王，约雅金、甲西底家，死伫遮。这3个王的时阵做先知啊。这是老爸囝甲阿叔3个人最后的3个位置。这3个伫主前的612年到589年啊。一讲时期的先知就是耶利米，所以咱拄好嘛会看到历代志下，嘛会看到耶利米，拢会拄好伫今年拢会来读到这个背景啊。所以耶利米去称做流目屎的先知啊，伊迄阵真正看到只有流目屎啊。这个哈巴谷伊甲上帝问2道问题啊，头一个问题就是讲，为什么上帝看到犹大国会罪恶败坏，这个国家害甲安尼？这3个王，一个比一个国较弱，一个比一个国较无信心，一个比一个国较倒丢啊！甚至做人的傀儡啦，做人的手头的安尼操弄啊！一个国家的结拢无去啊！上帝对伊的回答就是讲，伊要用加勒底的人，就是巴比伦的人来教示犹大国的人啊！这个问题呢，哈巴谷伊无满意啊，所以第2章第1节讲，我要徛伫我的守望台，伫城楼顶看上帝要对我讲啥物，我要用啥物话甲伊申诉啊，甲伊申冤啊。无讲白啊，这个犹大国虽讲歹，我减歹，但是呢，你上帝既然叫一个国较歹的来处理这个犹大，安尼毋就互这个国家的百姓真正是死甲无半地。所以伊第2个问题讲，上帝为什么容允互这个加勒底的人，就是巴比伦的人来吞灭比因加勒底较强的人？那犹大巴比伦比较起来，
犹太国嘛较公义吼，至少因有信上帝。上帝回答就讲，伊原来会共款的修理家己底人，照因对待别国的方式，甲因报应。总是只要是信靠上帝、犹太人、犹太国家的人，伊拢会得到上帝拯救哦。所以上帝回答足简单的4两拨千斤。但是这两道呢，对三星真大的改变就是哈巴谷啊。哈巴谷伊本来就生气的，伊亲像约伯共款，对上帝在埋怨，上帝啊，你拢无来处理，上帝即摆要来处理，佮讲上帝你安尼处理无好，安尼处理唔对。但是第一届上帝回答本来是埋怨，变做是谣言。谣言呢，第二届上帝该回答了后，伊开始相信，伊相信上帝公义了后，最后就开始阿罗上帝啊。所以对第三章，伊对谣言转相信，因为伊的思想过去伊开始去回想啦，回想思想，回想而且受审上帝过去伫以色列中间一摆搁一摆搁一摆的作为，所以得到激励，得到信心，知影上帝过去安怎用神迹救因的这个祖先，今日犹原会拯救因脱离这个巴比伦人的手啊，所以巴比伦的人和上帝毁灭，就是因哈巴谷所讲的残忍、凶恶、自高自大，搁欺负上帝的子民啊，子民啊，所以回想今日希伯来书第10章30、21开始，就是爱回想，所以当咱看无头前的路，当咱失去信心，当咱惊吓，真简单，就是当去回想。看过去的人、头前的人，因安怎来行？也是咱看到教会拄到危机，教会拄到挑战，教会若是拄到恶等等的事，要安怎呢？唔知影，咱就是来看教会过去因的人，过去的人因安怎行过来安尼，安怎对头前迄站行到现在这站咯。所以哈巴谷上出名的3章17节、18节。虽然无花果树无果水，葡萄树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上帝喜乐。一开始哈巴谷是足悲哀的，足生气的，足绝望的。但是最后要结束进程，伊是足喜乐的，足愿望的。但是问题是，这个代志根本拢还未发生哦。这就是明天11章，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上好的例，就是哈巴谷根本还活在那3个很糟糕的王的年代啊。但是上帝两届对伊讲话，上帝互伊看到上帝，上帝互哈巴谷看到上帝公义了后，哈巴谷整个改变伊的态度，改变伊的思想，也改变伊的信心咯。伊对上帝是充满愿望，所以检测咱毋知哈巴谷到底活偌久，甚至有可能伊像亚利米看到这个国家，亲目睭看到这个国家沉落去，看到这个国家互巴比伦冲入来。放火拆掉这个城墙，连圣殿物件拢甲拆了一块一块，拢清气溜溜。但是哈巴谷伊讲，我要因为耶和华来欢喜，因为救我的上帝快乐哦。所以伊袂伫迄个所在绝望流目屎，伊甚至比亚利米先知搁较早就有这个信心。这嘛是罗马书所要强调的因信称义哦。所以这个概念到希伯来书第10章搁来用一解。所以今日这段圣经32到39节，要记得以往的日子，上帝光照你们以后，你们遭受许多痛苦，但是并没有在征战中失败。有时候你们当众受人侮辱和虐待，就是成了一场戏。有时候你们跟遭受这些苦难的人站在一边，就是说因行迹个背叛因，你们跟囚犯一同受苦，当你们还所有的财物都被夺走的时候，你们甘心忍受，甘心就是快乐，就是因为刚刚痛苦，这对人来讲就痛苦，因为你们知道你们还保有那更美好而长存的产业，就是第6个更美，就是因为有这个国家水的产业，地上的产业无去无要紧，地上的厝无去无要紧，地上的土地财产存款，这个黄金无去无要紧，要紧的是伫天顶有地的无，伫天顶唔通碰见，
所以因有这个概念，因有这个智慧，15节，所以你们不要丧失了勇气，这勇气要带给你们极大的报赏。为了实行上帝的旨意和领受他的应许，你们必须忍耐，因为圣经上说，这个就是这个哈巴谷书第2章，记得3到4节。再过一会，那将要来，这个是已经把旧约翻成希腊文，所以跟我们读的希伯来文会有一些不一样。那将要来的会来，不延迟。我的义人将因信而得生命，但是若有人退却，我就不喜欢他。以赛亚书26章20节，其实是译本。我们并不是这是后面39节，我们并不是退却而成了人，我们是有信心而且得救的人。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以按呢对第一章一直教大家开始再给他们鼓励先教导他们纠正他们然后再安慰他们现在他要给他催下去所以这个8、9、10这3章这3章他所谓讲的就是要进入到第后一章所以咱看到今日这段就是要回想过去的日子迄个日子是痛苦的日子，受真侪艰苦，安怎搭艰苦呢？亲像鱼共款，叫人侮辱，叫人虐待，甚至呢，甲叫乖家的人社会乖家，甚至家己的财产嘛无去叫充公，也是真正叫人抢去为着信仰的缘故，这不是家己做歹，是为着耶稣的缘故受这的侮辱，但是因甘愿来忍受但是第二个，这个作者讲，为着实行上帝旨意，甘领受上帝要互咱的应允，必须爱忍耐，所以就是甘心快乐欢喜来面对接受，因为知影迄个更较水的伫天顶，迄个更较价值的、更较固定的伫天顶，是因为耶稣伊真做大祭司，甲咱开一条路，互咱的礼物献祭架伫天顶上帝迄个所在。所以这个勇气呢，这个勇气，互咱有极大的报赏。这个报赏就是互咱有信心，会当来得到救，就是得到性命。咱的性命会当得到保存。就像哈巴谷同款，义人，我的义人必因信得生了。所以搁一点仔久，耶稣基督迄个将要来的会来所以哈巴谷书迄个所在嘛，在预言讲，这个上帝审判要来到，就是咧讲到耶稣基督。到底新约，耶稣第一届来完成救赎，第二届来就是要来实行上帝公义甲审判。迄个要来将来要来，无延迟未延迟未签时间，伫上帝看准的时间内来。总是相信的人、有信心的人。伫来的时就要得到性命，但是无信心的人，伊伫来的时阵呢，无迄个信心，也是未赴准备的信心的时阵，安尼上帝讲，我就无欢喜伊所以这不是咧讲着过去，这段是咧讲着将来，讲着耶稣第二摆过来，迄个 event 等待耶稣降临来的时阵，等耶稣来时，咱的信心也无准备好。就亲像迄5个愚公的童女，迄个油拢烧了，信心拢用了去所以直到主人转来时阵，要点火点袂起来，安尼就是去翕煞的放煞关伫外口，家己册起所以今日这段圣经讲到过去所忍受的苦难，包括当面互人侮辱，亲像搬戏，互人看笑话，互人看轻，甚至甲受犯做伙乖家受苦。甚至所有的物件，互人抢去，已经足惨。但是为着耶稣，伊是天顶更较水的产业，咱甘愿来接受。因为要知影，这是上帝旨意，也是上帝应允，来咱保存迄个更较水、更较好、更较固定，永远无互人抢去的产业伫天顶。这种的勇气，互咱甘心乐意来面对。这个勇气也要带互咱报赏，啥物报赏？就是互咱有信心，成做义人，而且咱的性命、咱的产业，拢要得到救，就是要得到保存直到耶稣来的时阵，甚至耶稣来以后，耶稣替咱来保存。今日的经句是35节，
所以你们不要丧失了勇气，这勇气要带给你们极大的报赏。所以唔通失落勇气，这个勇气会互恁大的报赏。愿上帝帮助咱，每一天拢是最有信心的人，每一天对上帝的话，互咱会当好打到上帝十分宝座前。每一天，咱将上帝互咱的应允，甲旨意放伫咱的心肝底，刻伫咱的心上，刻在心上。唔通互四周的环境，唔通互四周的人，破坏咱甲上帝的关系。唔通互魔鬼邪神，互世间的艰苦甲患难破病，这个病痛，这个不如意的事情，就互咱的信心无去啊，救去啊，迄个火要化去啊，咱若救去，咱的性命嘛会救去，但是咱对上帝的信心进步，安尼咱性命嘛会进步，嘛会有快乐，咱做伙来祈祷。主，阮感谢你。通过你的话，亲像火点着阮的性命，互阮知影安怎样来活出信心的生活，也互阮知影无信心的人会惊吓，无信心的人会生气，无信心的人会歹信地，因为伊真惊吓，这个代志家己无法度控制。主啊，求你搁一摆，互阮有正确的信心，就是信靠耶稣基督的功劳。信靠信心保惠师所要教导阮的真理，信靠上帝你的旨意、甲你的安排、甲你的应允，亲像约伯，伫伊逐项拢无的时阵，伊甚至对上帝犹疑，但是最后是用信心来看见迄个目睭看袂到的上帝。主，虽望阮有时阵有艰难、有病痛、有艰苦、有欠缺、有烦恼、有侪这世间的劳苦重担。总是你互阮的信心甲稳定是教也阮来因，互阮伫你的话语中间轻调主，亲像先知哈巴谷，阮会当对上帝会作为阮完全的交托，就算无花果树无果子，葡萄树也无收成，阮甚至逐项拢无时阵看无头前的路，但是阮知影上帝你要伫地。阮就欢喜，阮就快乐，阮就懊恼，阮就感谢。安尼祈祷拢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感谢大家，祝福大家。谢谢牧师，谢谢牧师。感谢牧师。